盤點香港最受歡迎嘅10個男歌手，陳奕迅只排第10，張學友排第4，第一名無人能敵，堪稱華語第一歌神。第10位陳奕迅。當提到香港當代樂壇嘅天王，好多人第一個諗到嘅可能會係嗰個睇落有少少慳，甚至仲有少少懶，但只要一開口就令人狂起雞皮疙瘩嘅男人陳奕迅。佢係香港叱咤樂壇頒獎典禮之中獲獎次數最多嘅男歌手，擁有高達10次男歌手金獎嘅逆天戰績，並且多次被網民投票評選為2000年之後香港最受歡迎嘅男歌手。你可能唔係好記得佢係由邊首歌開始爆紅，但你一定記得喺某個夜深人靜嘅時刻，係佢嘅歌陪你走過咗人生嘅低谷，係佢嘅聲音唱出咗你永遠講唔出口嘅心情。1995年，年僅21歲嘅陳奕迅參加咗第14屆新秀歌唱大賽，憑住一曲張學友嘅《望月》震撼全場，唔單止拎落冠軍，仲獲得咗自我風格演繹獎。嗰陣時嘅佢不過係個大學都未畢業，中意着運動褲嘅陽光男孩。好多人唔知道，其實當初佢嘅家人都曾質疑佢唱歌到底有冇前途，但陳奕迅用佢後來一首首傳唱大街小巷嘅金曲，向所有人證明咗實力。2000年嘅一首 K 歌之王，將佢送進咗無數人最懂我嘅歌手排行榜前列。嗰句邊個人又相信一生一世呢膚淺對白，唱痛咗幾多人心。等到2005年佢推出嘅 U87，直接將佢嘅音樂生涯推上咗神壇，唔單止喺香港大賣，仲被時代雜誌評為2005年亞洲5大必買專輯之一，順帶令佢橫掃當年各大獎項。唔單止咁，佢喺 Spotify 上面嘅播放量超過驚人嘅750億次，更加係連續6年嘅香港最高串流量歌手。佢唔單止係首位喺倫敦奧爾體育館開演唱會嘅香港歌手，更加將華語音樂推向咗國際視野。同時佢亦係個實力派演員，出演過《神經俠侶》等40幾部電影，仲曾拎過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男主角提名。走喺人生低谷嗰陣，你會聽單車；失戀嗰陣會大吼10年；離別嗰陣會默默播放最佳損友。喺 KTV 入邊，你一定會聽到有人喺度飆唱浮誇。陳奕迅冇過度包裝嘅偶像戲，呢種極致嘅真實，先令佢嘅每首歌都似是一封寫俾你心入邊嘅信。第9位，林子祥。講到香港樂壇嘅天生奇后或者高音大魔王，林子祥係好多人心中無可替代嘅音樂傳奇。佢唔單止係唱歌嘅歌手，更加係音樂嘅鍛造者。佢嘅嗓音、氣勢、創作力全都不似凡人，更似係一把經過烈火淬煉嘅寶劍，鋒利又獨一無二。1976年，林子祥推出咗佢嘅第一張個人專輯《Lamb》，哪怕當時嘅香港樂壇百花齊放，強者如雲，佢依然憑住獨特嘅嗓音、綿長嘅氣息，由經典港樂到硬核搖滾，全都順手拈來。到咗80年代，佢更加係一人單挑整個樂壇。1980年，佢憑在水中央同分分鐘需要你橫掃電台金曲榜。隨後陸續推出嘅男兒當自強、成吉思汗真的漢子，一首比一首硬氣，堪稱將男子氣概唱入華語音樂史嘅第一人。佢一共有23首歌曲登上香港電台中文歌曲龍虎榜嘅冠軍位置。聽林子祥嘅歌，你先真正知道咩叫上天入地啦。佢嘅高音從來唔止係飆，而係有力度、有情緒嘅層層遞進。佢喺《阿 Lam 日記》同《惡鬥惡》入邊嗰啲令人喘唔過氣嘅高音，音浪就似係由耳膜直擊心臟，完全招架唔住。好多人話佢嘅嗓音太嗆，但正正係佢無與倫比嘅魅力所在。2003年，佢一次舞台意外導致聽力受損。對一般人嚟講，舞台生涯可能就此結束咗，但係林子祥冇，佢調整演唱方式，繼續出歌，繼續開唱。
佢冇將堅持兩個字掛喺嘴邊，但佢嘅一場場演出都在告訴我哋佢仲喺度，而且從唔將就。2016年，林子祥獲得咗第38屆十大中文金曲名人堂獎。2022年，佢參加綜藝《聲生不息》，一曲《敢愛敢做》突破1000萬點擊，成功喚起年輕一代對香港金曲嘅熱愛。就喺2025年3月1號，佢又喺香港啟德體育園開幕典禮上，以原 key 演唱高難度曲目10分12寸，全程狂唱9分鐘，唱到最後一個音亦依然穩如泰山。佢用實力話俾大家知，年齡只係階段，熱愛先係永遠唔會老嘅絕美聲音。第8位，劉德華。如果你問一個香港人邊個係你心中嘅傳奇巨星，答案10有8九會係劉德華。佢唔止係天王，更加係無數人青春裏嘅光同埋一輩子嘅信仰。1961年出生嘅劉德華，最初進入演藝圈嘅時候，可唔似而家咁風光。1985年，佢以歌手身份出道，唱腔被話太自戀，表現被批缺技巧，唱片銷量亦始終溫溫吞吞。直到1987年，一首情感的禁區，終於令人開始注意到呢個努力到有少少骨嘅年輕人。佢唱嘅唔單止係歌 chronically， 而係佢一路走來嘅堅持。1990年，佢迎來咗真正意義上嘅高光時刻，專輯可不可以大賣30萬張，拎落10大中文金曲獎。跟住愛不完一齊走過的日子，如果你係我的傳說輪番登場，首首成經典，張張大爆。喺嗰個冇串流冇社交平台嘅年代，劉德華就靠一張張實體專輯，一場場演唱會，穩穩地走進咗萬千歌迷嘅生活。佢曾6度獲得 TVB 10大勁歌金曲最受歡迎男歌手，每次站上領獎台，眼神裏依舊透住一絲不安同緊張。仲有嗰句經典嘅我會繼續努力。1994年一首《忘情水》徹底將佢推上咗華語情歌嘅巔峰，全亞洲銷量超過300萬張。可劉德華從來唔係只會唱歌嘅偶像，佢出演嘅電影超過170部，由《天若有情》到《無間道》，由《暗戰》到《桃姐》，不管係槍林彈雨定係柔情催淚，佢都能游刃有餘。佢3度獲得香港金像獎最佳男主角，2度拎落金馬獎最佳男主角，真正做到演得古惑仔，亦做得到藝術家。喺歌影雙絕嘅全能表現之外，劉德華更加以低調做公益著稱。佢參與創立慈善基金，長期投入賑災教育，從唔炒作。如今嘅華仔已經63歲啦，可佢依舊頻繁舉辦演唱會，推出新歌，參演新電影。佢冇喊老，亦冇講過告別舞台，佢只係默默地繼續做住呢件佢堅持咗幾十年嘅事，唱下去，演下去。第7位，陳百強。講到香港樂壇嘅黃金年代，有個名字總被輕輕提起，卻從未被真正忘記。陳百強嗰個笑容乾淨、氣質溫潤嘅男孩，佢嘅聲音仿佛被月光洗過，淡淡嘅卻能直擊人心。1958年出生嘅陳百強，從小就係個情感細膩嘅才子，年紀輕輕就能作文寫詞。1979年，佢推出咗第一首個人作品《眼淚為你流》。就喺嗰一年，呢個外形斯文、嗓音細膩嘅年輕人，幾乎一夜之間紅遍大街小巷。嗰種壓抑嘅情感與內斂嘅痛苦，唔單止係戀愛嘅煩惱，更加照見咗嗰個年代年輕人心底嘅某種孤單與掙扎。後來由漣漪、幾分鐘的約會，到今宵多珍重，再到果手傳奇經典偏偏喜歡你，每一首都係佢嘅絕對代表作。尤其是1983年推出嘅專輯《偏偏喜歡你》，單張銷量直接突破25萬張，係嗰個年代最暢銷嘅粵語專輯之一。但係正如好多傳奇人物一樣，陳百強嘅音樂之路亦並非一帆風順。1985年，由於荒謬嘅謠言同埋媒體嘅惡意炒作，
加上同唱片公司關係緊張，陳百強一度陷入低谷。有人甚至惡作劇地發佈關於佢去世嘅消息，令佢深受打擊。但佢從唔大聲反擊，亦唔靠話題維持熱度，佢只係默默地寫歌、唱歌，用作品回應一切。凝望呢首歌就係佢用音樂寫俾自己嘅獨白。1986年呢張專輯一經推出，便宣告咗佢強勢回歸嘅決心。然而，儘管陳百強嘅事業高峰不斷，但佢個人嘅生活卻常常顯得撲朔迷離與壓抑。1992年，陳百強因身體狀況宣布暫停演藝工作，冇諗到竟成咗佢同樂壇嘅最後告別。1993年，佢喺昏迷長達17個月後病逝，年僅35歲。呢個年紀對於好多人嚟講，正係事業起飛、人生正熱嘅時候。好多樂迷甚至都未反應過嚟，佢已經離開咗。30幾年過去咗，佢嘅歌仲喺度播，舞台上嘅畫面仲喺網絡上閃爍，歌迷仲喺 KTV 點佢嘅歌。佢早已唔只係偶像，而係香港樂壇嘅精神標記，係再亦回唔來嘅純粹與溫柔。第6位啦，黃家駒。如果話香港樂壇裏邊有邊個能令傳奇2個字顯得唔夠分量，咁一定係黃家駒。佢唔係最閃耀嘅果粒星，但卻係最唔會熄滅嘅果團火。1962年呢，黃家駒出生於香港深水埗蘇屋村，生活並不富裕。佢唔係音樂學院科班出身，亦冇走明星養成路線。佢曾做過鋁窗推銷員、保險業務員，甚至賣過冷氣。但呢啲都冇能困住佢，因為佢知道自己終究屬於舞台，屬於手裏嘅嗰把吉他。1983年，佢同葉世榮、黃貫中、黃家強組成 Beyond 樂隊，呢係香港有史以嚟最傳奇嘅樂隊之一，同時亦係香港叱咤樂壇以嚟獲獎次數最多嘅樂隊。好多人可能並唔知道，哪怕係傳奇樂隊 Beyond，亦唔係一開始就有鮮花同掌聲嘅。佢哋走過地下樂團嘅苦日子，辦過門可羅雀嘅演出，被唱片公司打回票，被媒體質疑唔商業。直到1988年，一首《大地》終於令樂迷聽見咗佢哋嘅聲音。佢哋唔唱風花雪月，唱戰爭，唱流離，唱土地上嘅哀愁。真正令黃家駒封神嘅係1990年嘅光輝歲月。佢為咗致敬南非反種族隔離英雄曼德拉，寫下呢首歌詞同旋律都極具深度嘅作品。喺商業至上嘅時代背景下，佢敢唱理想，唱公平，唱出搖滾嘅骨氣。如果你聽過海闊天空，你一定知道嗰種聽到副歌就熱淚盈眶嘅感覺。呢首歌喺2022年 YouTube 上邊嘅播放量突破1億次，成為全球第一首破億嘅粵語歌。1991年 Beyond 進軍日本市場，喺嗰個仲未有咩跨國粉絲文化嘅年代，佢哋堅持創作，唔翻唱，唔迎合市場，將 Beyond 嘅精神一詞一句唱進異國樂迷嘅心裏。可惜嘅係1993年6月24日，黃家駒喺日本錄製節目時意外由舞台摔落，頭部重創，年僅31歲宣告不治。成個香港陷入沉痛，街頭有歌迷自發播放《海闊天空》。佢走得太早，卻已經唱得夠遠，一生只為燃燒自己，照亮別人。第5位，張國榮。張國榮呢個被叫做哥哥嘅男人，溫柔優雅，風情萬種，又堅毅如刀鋒。佢唱歌、演戲、編舞、導演、創作，佢唔單止係一個藝人，而係一個時代嘅文化坐標。張國榮嘅才華唔止紅遍華語圈，更加跨越咗語言、地理、性別同埋時間嘅界限。佢嘅音樂既可以勁歌熱舞，風格前衛，亦可以深情低吟，唱到心坎裏邊。為你鍾情無需要太多，唱嘅係溫柔。倩女幽魂有誰共鳴，唱嘅係孤獨。我左右手當愛已成往事，唱嘅係自我同埋救贖。
佢嗰張1995年復出之後推出嘅專輯《寵愛》，單喺韓國就賣出超過50萬張，到依家都仲係華語專輯喺韓國嘅銷量紀錄保持者。佢甚至靠住《Greatest Hits of Leslie Cheung》喺韓國創下30萬張銷量，一舉將華語音樂帶出亞洲，走向國際。張國榮攞過嘅獎項數之不盡，但最具有代表性嘅莫過於仗指香港樂壇終身成就嘅金針獎。佢音樂上嘅突破唔止係唱功或者銷量，更加在於佢願意做第一個食螃蟹嘅人。佢敢於挑戰性別界限、美學邊界同埋表達方式，從來唔迎合潮流，而係引領潮流。佢企喺舞台上，有時着住黑西裝，有時着住紅高踭鞋。佢話佢中意做真實嘅自己，然後佢真係做到咗。張國榮嘅演技同樣唔使多講，佢係《阿飛正傳》入邊冇過去冇聽日嘅旭仔，係《霸王別姬》中一身戲袍淚眼婆娑嘅程蝶衣，係《春光乍泄》裏邊眼神藏住愛同哀愁嘅何寶榮。佢係第一個擔任柏林影展評審嘅亞洲男演員，係用演技講嘢嘅藝術家。佢曾經講過，每個人都有脆弱嘅時刻，佢唔掩飾自己嘅情緒，佢對自己嘅要求極高，亦都因此經常將情緒內化成痛。2003年4月1號，張國榮喺香港文華東方酒店一躍而下，震撼全球。佢走咗20幾年，但佢嘅專輯仲喺度重印，演唱會影像仲喺度放映。佢用一生將自己活成咗一首歌，一首唔會被時間消磨嘅，唔願被定義嘅絕唱。第4位，張學友。你可能唔知邊個係香港4大天王，但你一定聽過《吻別》。你可能唔追星，但你好可能喺人生某個時刻，偷偷地將1000個傷心的理由循環播咗一成晚。呢個就係歌神張學友用聲音陪伴幾代人成長嘅巔峰存在。1984年參加首屆18區業餘歌唱比賽，一舉奪冠，從此踏入樂壇。啱出道嗰陣，佢唔似偶像咁外形出眾，亦都唔算咩唱跳歌手，甚至被認為太文藝。但佢真正嘅爆發點係1993年嗰張《吻別》。呢張專輯嘅銷量喺3年內突破400萬張。喺嗰個未有串流嘅年代，呢個絕對係一個驚天動地嘅數字。1995年，張學友打破咗華語樂壇嘅常識，喺1年之內舉辦咗100場世界巡演，平均3天1場。呢個數字直到今日都未有人能打破。去到2010年，佢又創下另一個可怕嘅紀錄，一年吸引超過204萬人進場聽佢唱歌，成為全球最多演唱會觀眾嘅紀錄保持者。佢嘅演唱會靠嘅咧就係一支麥克風、一副鐵肺，同埋每一首都可以掀起全場大合唱嘅金曲。關於佢嘅演唱會，仲有一件趣聞：2018年佢喺大陸舉辦演唱會期間，居然有80名逃犯試圖混喺人群入邊逃離現場，結果被公安成功拘捕。網友笑稱佢係逃犯黑星，甚至有人調侃：你敢嚟睇張學友演唱會，咁你一定係真正清白。佢嘅唱片成績同樣逆天，擁有超過70首冠軍歌，喺台灣市場有3張專輯，銷量突破100萬張。佢仲曾被《時代》雜誌評為亞洲最具影響力嘅50人之一。依家嘅張學友依然活躍喺舞台上，佢嘅演唱會一票難求，新專輯依然受到期待。佢唔係活喺黃金時代嘅人，因為佢本身就係黃金時代。第3位，譚詠麟。譚詠麟，一個總係被樂迷親切地叫做校長嘅男人，一個橫跨50幾年音樂歷史，依然喺舞台上發光發熱嘅樂壇圖騰。佢1955年喺香港出生，1973年以溫拿樂隊嘅主唱之一身份出道。嗰個時候，香港流行音樂啱啱萌芽，佢就已經喺舞台上搖滾跳躍。溫拿可以話係香港樂壇嘅男團始祖。但係譚詠麟並冇止步於偶像路線。70年代末期，佢開始以個人身份推出專輯，好快就憑藉獨特嘅嗓音、
穩定嘅台風同埋紮實嘅唱功喺80年代樂壇爆紅。由1984年到1987年，佢連續4年獲得10大勁歌金曲最受歡迎男歌星，嗰個可是整個樂壇最百花齊放嘅時期。張國榮、梅艷芳、林子祥全程在線，但佢依然穩坐男歌星寶座，堪稱80年代嘅樂壇一哥。1984年，譚詠麟創下咗至今冇人能破嘅紀錄，喺10大勁歌金曲嘅40首季選歌入邊，佢獨佔10首，1/4都係佢唱嘅。而喺1985年，佢更加成為香港流行音樂史上第一位大滿貫歌手，同年獲得最受歡迎男歌星、金曲金獎、最暢銷唱片獎，3大獎項集於一身，直接將佢送上神壇。至於演唱會，佢嘅戰績同樣輝煌，佢係至今喺香港紅磡體育館舉辦個人演唱會最多嘅歌手，高達192場。由1984年第一次登上紅館舞台，到今年2025年，佢仲喺開演唱會嘅路上。佢嘅每一場演出都係粉絲同黃金年代嘅一次時光對話。好多人唔知道，喺我哋稱呼佢為校長之前，譚詠麟其實就已經遠如樂壇導師般嘅存在。佢積極扶持後輩，同張學友、陳奕迅、許志安等人都有深厚交情。近年佢仲親自指導年輕歌手，將自己嘅經驗一代代傳落去。佢唔單止係歌手，更加係整個粵語流行音樂體系嘅奠基人之一。第2位，羅文。好多人都話羅文係嗰個將粵語歌唱成文化記憶嘅人。1945年，羅文喺廣西百色出生，後來輾轉遷居香港。早年生活並不富裕，為咗生計，佢做過裁縫學徒，亦都做過銀行見習生。又有邊個會諗到嗰個着住舊恤衫坐喺裁縫機前嘅少年，幾十年後會成為第一個喺倫敦皇家阿爾伯特音樂廳開唱嘅華人歌手？1970年代，羅文開始主唱電視劇主題曲，一首《書劍恩仇錄》令人永遠記住咗佢嘅嗓音。跟住小李飛刀、幾許風雨、強人、獅子山下輪番登場。嗰個年代嘅香港街頭音響鋪裏面放住佢嘅歌，電視連續劇播住佢嘅歌，由細路到長輩，邊個都聽過佢嗰把沉穩又富戲劇張力嘅絕世嗓音。喺1980年代，羅文正式邁入樂壇巔峰，攞下香港多張白金唱片。1979年更加獲得像子音樂最高成就嘅金針獎，成為當時最年輕嘅得主之一。1984年，佢成咗香港第一位喺紐約林肯中心開唱嘅藝人。喺當時嘅華人世界，呢個簡直係震撼嘅消息。要知嗰時嘅娛樂產業不如依家開放，而羅文就係嗰個用硬實力打開國際大門嘅人。而且佢仲唔甘心只做流行歌手，試圖將音樂藝術化、舞台化、戲劇化。1980年代末，羅文自資製作音樂劇《白蛇傳》，一人包辦企劃、製作、演出，係香港第一位咁做嘅流行歌手。佢唔係被時代推住走嘅人，佢係親手推動時代前行嘅人。2002年10月18號，羅文因肝癌離世，享年57歲。但係佢並冇真正離開。喺卡拉 OK 裏邊依然有人點住獅子山下，唱住同舟共濟。喺香港每一個經歷過變動嘅時代裏邊，佢嘅歌就係大家共同嘅情緒出口。第1位，許冠傑。喺香港樂壇幾十年嘅發展歷程中，如果只准選出一人作為始祖級嘅歌神，咁一定非許冠傑莫屬。佢係第一位將粵語歌寫入市井生活嘅人，係第一位將大時代嘅府語樂唱得咁生動嘅人，亦係嗰個仲未有紅館就能夠令全香港大合唱嘅終極傳奇。1948年，許冠傑喺廣州出生，後來隨家人遷居香港。1960年代，佢喺夜總會駐唱，喺電台主持，喺街頭唱英文歌打拼。直到1970年代初，佢開始嘗試用粵語創作歌曲。呢喺當時係一個極大膽嘅決定，因為粵語歌仲未被視為主流，
甚至被認為有啲市井味。但許冠傑正正係用呢股市井味打破咗音樂嘅高牆。佢唱嘅唔係虛無縹緲嘅遠方，係香港人每日過嘅日子。佢寫嘅唔係神話，係隔籬樓下阿伯嘅故事。1974年，一張名為《鬼馬雙星》嘅專輯橫空出世，粵語流行歌由嗰一刻起真正有咗自己嘅聲音。佢之後嘅專輯如《天才與白痴》、《賣身契》、《半斤八兩》，幾乎張張經典首首傳唱。特別係《半斤八兩》，被譽為香港歷史上最暢銷嘅粵語唱片之一，喺盜版唱片風行嘅年代依然賣到脫銷。我哋呢班打工仔一生一世為錢幣做奴隸，佢唱出咗基層打工仔嘅血同汗，亦唱出咗大家嘴角嘅笑同眼底嘅淚。佢嘅歌就好似會喺你累到唔行嘅時候拍拍你膊頭，用歌聲同你講笑話嘅老朋友。1982年呢，紅磡體育館先啱啱落成，許冠傑成咗第一個喺紅館開萬人演唱會嘅香港歌手。當時唔單止係萬人空巷，完全就係全城動員，觀眾由頭笑到尾，唱到尾，完全就係一場屬於香港人嘅情感共鳴。佢曾經喺90年代漸漸淡出樂壇，但佢冇消失，直到2004年一場繼續微笑會歌神演唱會一票難求，佢站上台唔為炫技，只為再唱一遍大家嘅青春同信念。2007年佢又喺香港大球場舉辦3萬人演唱會，合唱《沉默是金》，成為當年樂壇最催淚嘅一幕。2023年佢為母校英華書院創作校慶主題曲《天地人》，今年佢已經76歲啦。佢唔係復古熱潮裏邊嘅回憶殺，佢係時代走到今日，我哋仍然不可或缺嘅嗰把聲音，絕對嘅華語第一歌神。觀眾朋友，喺你心中邊個係香港最受歡迎嘅歌手呢？請喺評論區留言，我哋下期再見。